喂，啊，吃串啊？别客气，这我乔妈的店，咱自己家。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，你快进来。最近恋爱，正式介绍一下，我叫何旭，是小石的心理咨询师。陆光，他的合伙人兼室友。有点辣。还行。我听陈小石说，何医生对他的帮助很大，我很好奇，你是怎么帮他好？这个属于小石的个人隐私，说我不可奉告。那何医生作为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，应该知道要跟客户保持良好的距离吧？我非拉着人家吃饭的，我心想，你吃顿饭吧，顺便你们俩也好。来访者跟咨询师产生心理依赖是很正常的事情，但越是这样，咨询师就越要保持好良好的距离。有时候为了尽快的找到病灶，我需要更多的参与他的生活，了解他的生活情况。要不是他叫我来，我也不知道他身边还有这么一个咄咄逼人的室友。我也没想到